大家平安啊！欢迎来参加第131回的世界台湾文化论坛。咱今仔日有邀请到台南孔庙的这个执行长啊柯慕明博士借无病，赵慕明赵慕明博士来甲咱分享伊安怎用即个台语伫孔庙内底导览我想这是足有意义的代志啦伊硕士是伫哥伦比亚读博士是伫德州大学摕到即个文学博士安尼好，无咱甲时间交互伊伊有讲伊欢迎讲伊咧讲的时阵，假使若有啥物要讨论的伫即个伊咧讲的中间咱嘛会当直接和伊对谈安尼啦无安尼慕明博士咱就请你来开始好无？好，兄弟姊妹平安，我是赵慕明，真欢喜有这个机会甲大家来分享嘛，感谢阳光长老的邀请吼。我今仔日要讲的主题是，曾经是我伫台南孔庙开始做证长了后，我开发的一个活动啦，就是讲因为本地台南孔庙的主要的功能，就是咱讲真正就是祭孔而已，所以。我去了后，我毋茫内底有搁较侪活动，所以我就开始家己研究大圣殿内底全国皇帝的龙变即马开发一个差不多点半钟的导览互人来注文来听安尼每个月我拢有做，可能每个月拢一两场安尼未来我即马在教育部申请，就是要互我的导览。成做一个会当提供互学校的老师可能国校也是国中、高中的老师拢会当来听因来听这个导览会当有算讲是研习的时数安尼，所以毋过我安尼做除了要互孔庙有较侪活动了，其实我有我家己的暗算这暗算。若是用就是用咱文化工课的角度来讲，就是讲咱若是要甲，比如讲甲别人绍介台南孔庙，还是讲要甲人讲咱孔庙内底有一寡国宝讲安尼，就你干那讲安尼，可能无啥物效果。总是若是有故事，通好甲别人讲，安尼就。会互别人较容易接受，嘛较有物件会当互别人安尼记起安尼。所以其实我咧做这个量变的导览的时阵，我拄开始其实都是算讲用华语咧思考安怎甲伊讲出来。等到我即摆，因为我的导览是华语甲台语拢有。其实等到我咧讲华语的时阵，我是咧翻译我本地用台语准备的内容。平常我感觉甲别人讲台语，迄本身就已经有故事小等下大家可能会发觉到讲，有一寡两变，你咧讲的时阵，事实上用台语伫咱的文化内底有算讲较有对倒，就是迄款的感觉安尼。毋过所以讲今日分享的主题是安尼，毋过我拄则讲，我家己心内有我家己的暗算，就是咱即场投影片，咱大家会当看到，一个是孔庙，也是孔子公甲伊学问一直互人当做是正中国的一款象征啦。其实我开始去做孔庙的证长的时阵，迄阵。甲朋友食饭其实都是郑兰英先生的查某囝，就是郑定梅小姐阮咧食饭的时阵，伊就甲我讲就是加在你即摆去做孔庙证长，无较早孔庙我是无爱行入去安尼其实我想真济较有台湾心的人对孔庙，还是讲对孔子公，拢感觉
若是无准做无感觉孔子讲是迄款互人做奴隶的迄款的学问，嘛会感觉讲孔子庙伤过中国。毋过我咧做这个龙变的导览，我心内所想的就是算讲两项，头一项是要互内底也是讲台南遮迄款较活中国的，就是中国国民党遐的，还是歹民众党遐的，互因看着讲，其实台独的人，咱伫研究学问，咱伫接触着咱台湾，算讲台湾在地文化，咱的学问比因搁较好啦。我会当甲遮的文字足有路讲互别人听，逐个月拢安尼讲。其实遐的中国国民党的本地有要，就是甲我竞争要做政长遐的国民党的人，因无才调安尼做，所以这是我头前第二项，就是我咧讲这个量变，我有特别算讲有一个包装，有一个 framework， 就是用台独甲伊包起来。最末我是咧讲全国封闭的量变，毋过这规个故事自头到尾，在我看是会变做一个你无法度否认的论述。我最后才会讲着安尼，这是我心内所想的，就是去做这个量变的导览，我是算讲是一个用一个较无显然的方式，甲咱台湾的历史观、咱台湾的认同藏伫内底，互别人听着伊感觉故事好听，伊嘛较容易接受即款的角度来看孔庙，来看咱台湾的历史安尼，所以这是我心内的暗算。我即摆要去做导览，互学校的老师来听，嘛是即款心情，就是用无显然的方式，甲因讲遮的，老师听着伊会去甲伊的学生讲。我想要用这个方式，甲咱算讲台独的这个价值观藏伫内底。我来讲一个今日的分享的大纲吼，头一部分我是要讲孔庙，事实上，台南孔庙是1665年郑成功的后生郑经，伊接受陈永华的建议来起的。算讲是台湾这个地区头一个官方办的学校，所以迄个门槛较有一个变成专台修学，迄是迄个意思。另外就是伫间孔庙伫遐，诚做读册人拜孔子的所在，以及迄个东陵王国拜孔子的所在。1666年起好，到1683年，台湾西边的一寡地区变做清国的领土，包括原地东陵王国的领土拢变做清国的。台南孔庙嘛变做清国的，算讲伊的官方的孔庙啦，嘛是继续当做即个学校。实际上，咱即摆若咧讲台南孔庙，咱会当看着讲台南孔庙伫台南迄个所在的历史真长350年。因为即个真长的历史，互台南孔庙毋若是一个咱讲足中国化迄款的象征，毋是伊伫遐300多年，迄就是咱台湾人的历史伫遐啦。所以我感觉孔庙事实上是咧讲孔庙故事，是咧讲人的故事。第二部分，咱就来讲量变，就是一块一块来讲。因为我有一寡想法是要互人了解即款的文化，所以我会去甲一块一块量变拢找伊，逐地拢无共款的故事来甲别人讲。最后就是我心内所想的，就是我甲一块一块量变的故事，真有路讲互别人听。因知影这是清国皇帝的量变，毋过最后我伫
做导览的时阵，我拢会甲伊牵倒转来讲着台湾的历史。你就无法度否认讲，咱遮的清国皇帝两边囥伫遐，咱即摆甲伊当做国宝，毋是因为迄是中国来的物件才是国宝，毋是，是因为迄有台湾人的历史伫面顶安尼。若讲来遮，其实你迄款搁较我中国人伊嘛无法度否认讲，遮的两边事实上是台湾的资产安尼。好，这是我所要分享的大纲。咱先来讲头一个部分，就是孔庙是人的故事这个部分。拄则已经开始讲到一寡，就是咱即摆看到事实上，孔庙的开始应该爱讲荷兰的东印度公司来台湾的时阵，迄是孔庙真正的开始，因为东林王国会起这个孔庙，大先就爱先甲荷兰人先拍较赢荷兰人，甲荷兰的殖民的这个机构赶离开台湾了后，伊才成立伊的王国。伊成立伊的王国了后，伊需要有一个学校来生产伊这个替封建王朝做下骹手人官员嘛，经过教育，经过考试。所以，若是咧讲台南孔庙头，就是大先爱讲，其实是荷兰人。小等下咱咧讲孔庙的建筑的历史的时阵，就足显然会当看到。过来，当然讲，起好孔庙18当了后，孔庙变做大清的。这个博士，我敢会当问一个问题？好。咱拄则有着讲即个孔庙遐有一个叫做台湾首学嘛，吼。你即摆你嘛有讲着讲即个东印度公司吼。我会记得有读着史料讲吼，其实因荷兰人来吼，就伫迄个小龙吼，离满洲迄个所在，伊遐就有设学校啊。迄个盖成是维持了10几栋诶，即个学校嘛吼。主要是因是用即个新港文书吼，新港文咧教。所以你若讲你若用安尼，第一点是按即个荷兰的东印度公司来讲吼，安尼台湾小学毋是啊，台湾小学应该是新港文啊，吼。我毋对，其实这我本地旧年我想要甲东门教会合作来办一个展览，就是迄个展览本地是要叫做2个专题小学，一个是用较中国的史观来看，还是讲用就是汉人的史观来看，你就会感觉孔庙是专题小学。不过长老教会就是咱基督新教传到台湾，甲荷兰人斗阵来，迄嘛是会当讲是一个专题小学。所以我本地想要甲因合作办这个展览，毋过心内小可会惊讲我安尼做了后，可能会有一寡声音会来攻击安尼。迄阵我这个位做了还袂稳，所以就无伫迄阵办。不过我即摆就是继续甲东门教会老牧师来合作，就是最后会办这个展览安尼。多谢。好，安尼我继续讲，就是大清国甲台湾统治台湾吼，台南孔庙成做伊的学校，甲伊的官方的孔庙，经过差不多200冬，伫19世纪尾期的时阵，咱知影清国甲日本相战，战输了后，台湾变做日本的嘛，台湾就挂互日本，咱就变做日本时代。伫日本时代的时阵，台南孔庙拄开始吼，真好笑，因为孔子讲对日本人来讲是一个哲学家，伊毋是圣人，所以这个日本政府无感觉因有逐冬定迄个春天甲秋天拢祭孔祭孔迄个需要，因无感觉因有迄个需要。
所以这个官方的制控就停了。日本的时任政府本地是甲孔庙，因为这个所在我甲你讲，所在每一个拜六拢有，你顶礼拜无去，啊，你今日若有时间，你用去先看一下。伊个，哎呀，伫迄个，伫台湾甲志聪兄，好，关起来，好，歹势，日本的时任政府本地甲孔庙当做亚人名，就是这个战场落来受伤的人看，就是休困的所在因为遐所在较宽。不过到殖民时代中尾期的时阵，日本人看到一个代志，伊所看到的代志，甲东宁王国所看到的代志同款。日本政府想着讲我若是要久长伫台湾这个所在经营，要甲台湾人就是有，互因有感觉有一个认同，感觉讲这个虽讲是殖民者，毋过甲台湾人嘛是小可有联络有交叉，安尼日本政府就想讲，安尼我需要算讲嘛尊敬孔子，互台湾人看。所以伫殖民尾期的时阵，伊恢复官方的制控。毋若安尼，伊伫大正6年还是大正7年的时阵，日本殖民政府来修理孔庙，迄阵有足侪所在就是歹去还是倒去安尼，日本殖民政府甲伊修理好势。咱今日所看到的台湾孔庙规模，事实上是伫大正年间所修理好势。太平洋战争结束了后，台湾变做搁再一摆互殖民嘛，变做中国国民党来遮咧殖民。因为迄是一个汉人的政权，所以搁再一摆甲孔庙伊的地位掠到足悬，古早。算讲是改严进前啦。台湾孔庙早制控是内政部长来制控，毋是台湾县长，内政部长来制控。若是台南遮的官员，而且台湾遮的这个军团的司令嘛爱来。大学的校长遐嘛拢爱来安尼，这是较早强迫的啦。因为迄个汉人政权甲孔子讲的地位掠足悬。这事实上咱看到，若是讲台南孔庙的历史，你就爱对荷兰东印度公司开始讲讲到即马，也就是讲，咱无法度就是直接甲孔庙当作是足中国，事实上无安尼。咱伫孔庙内底所看到的物件，嘛无讲介中国，因为逐摆我咧做这个导览的时阵，我上大声讲的，毋是遐的两边，事实上是这个大圣殿的外壁。伫大圣殿外壁，就是楼尾顶厝尾顶啦，你看到一个三角形下骹两个弯角的所在，拢有如意形的砖塔，这叫壁锁。这壁锁外口是砖塔，毋过内底是一支真长真粗的铁钉甲大圣殿的楼拱甲外壁顶做伙，维持这个建筑物的坚固。这款起厝的手路是荷兰人的手路啦。就是讲，咱即摆讲孔庙，若是要讲伊足中国，事实上嘛无安尼，因为咱的孔庙的建筑面顶有荷兰人的痕迹伫遐。因为郑成功来进前，荷兰人已经殖民台南遮30外冬嘛，所以因起厝的手路已经甲台湾遮师傅结做伙结果到郑成功因咧起孔庙的时阵，竟然面顶出现一个荷兰人的手路伫遐。我大概甲算讲甲来听导览的人讲着，这我就甲因讲，事实上，咱的孔庙面顶都有荷兰人的历史伫遮。这规间大圣殿是东宁王国的痕迹。东宁王国
去互清国拍败了后，台南孔庙变做清宫的，啊内底遐个龙变是清国皇帝的分裂，也就是讲台南孔庙伫遮300外栋，咱咧讲伊的故事，咱咧讲伊的历史，而且咱咧讲伊的建筑，拢着爱对荷兰人开始讲，就是因为安尼讲孔庙的故事。事实上是咧讲人的故事，事实上迄个主角是台湾人。啊，这是我伫讲孔庙故事啊，迄个龙变的导览，迄个就是起稿的时阵，我先按一个 framework 伫内底安尼，啊，用这来开始。所以，算讲我拄则我讲要用台独来包围中国，啊，这是我的一步安尼，嘿，就开始的时阵。虽梦是咧讲孔庙，毋过我会甲来听的人强调讲，这是台湾的故事，主角是台湾。啊，过来就是我甲人带入去大兴殿了，我就开始讲龙变。在讲龙变进前，我嘛是共款，我会大声讲一样代志，就是咱的孔庙大兴殿内底，即摆是8代清国皇帝的龙变。为康熙皇帝开始，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8皇帝拢有送孔庙龙变。啊，咱即摆台南大兴殿即8代清国皇帝龙变是全世界唯一的收藏。就是讲全世界，你敢若伫台南孔庙大兴殿找有完整8代清国皇帝龙变，敢若咱有尔。中国拢无，啊，我就会甲来听的人讲，中国是安怎无？因为中国文化大革命，啊，因为我敬拜讲着这吼，其实孔庙内底以前什物遐个前辈，有人会来甲我反映，因讲吼，你袂输逐摆讲两遍，拢要甲中国口说。啊，有一寡人实在真正足奇怪，听着人讲中共的歹代，伊会袂爽，所以就会来甲我讲。好，过来我就小可甲调整，我的幽怨是讲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毋过我就讲，咱会当用一个较有疼心的方式来理解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迄个较有疼心的看法，就是讲中国。咧进行文化大革命的时阵，伊事实上是规个国家伫遐咧讨想讲要甲家己的国家变做现代进步的国家。啊，因为因拢咧讨想，所以有一项代志伊想毋对去。迄个想毋对去的所在，就是因掠做，若是甲国家内底所有旧的传统的物件。拢甲除掉，国家就会变做新的，就会变做现代。啊，因这个所在想毋对去，因为想毋对去，因就甲传统的物件，比如讲孔子讲孔庙内底遐个皇帝龙变拢摕落来烧嘛，啊因就烧了去啊。因烧了后，才会互咱台南孔庙大兴殿内底即8地变做全世界唯一。毋过吼，中国佫做一个我在我看起来真好笑的代志。迄个好笑的代志就是，因即摆遮的龙变因拢无去，啊毋过因开始咧做观光，因开放了后，因足爱全世界的人拢来中国看孔子啊，所以开始甲山东曲阜的孔子庙顶头起起来，吼啊北京的国史甲起起来，啊内底就需要龙变，因就无。所以其实中国大兴的时阵有来咱台南孔庙看，佫有翕相，一块龙变，因拢有翕相。毋过吼，迄好笑的所在就是，因翕相转去中国了后，因做出来的龙变，逐地吼寸尺拢共款，拢平大，逐地拢平大地。另外底色的迄个色水。拢共款，拢青色的，啊字体嘛拢共款。
所以讲，我就会甲听众讲，在中国做放假，迄个放假的龙变吼，伊故意要互人知影讲伊是放，因为咱台南孔庙的大圣殿的龙变，事实上逐地寸数拢无共，色水嘛无共，迄字嘛无共，因为无共的皇帝。啊，对遮就是开始讲龙变的进程，用这个方式，甲台湾、甲中国分开。中国是一个会甲民主摕落来烧的国家，咱台湾袂，咱台湾龙变伫遮就是遮，啊，即马变做全世界唯一的，所以用这个方式，搁再一摆，互龙变，就是咱台南的龙变，真正是台南的，嘛是台湾的。所来我就会一块一块来讲，毋过吼，一块一块讲进前，我会先讲龙变物质的部分。咱若是要看遮的龙变，八地龙变内底哦，有一寡所在是八地，逐地拢共款，逐地拢共款，就是物质的部分。我就会邀请听众来看这个龙变伊的外形。大生就会看到迄个龙变，伊的本体底色内底有一顺一顺，迄个一顺一顺，事实上咱就看会出来讲，一块龙变，伊是差不多6块长的叉棒，啊后壁用骨甲顶做伙，安尼你有一个平面，有一个平面了后，顶面下骹正平倒平，用轻甲夹起来，你就有一块龙变。过来则甲龙变面顶4个字用顶仔甲顶起，安尼就诚做就是规地龙变，八地差不多拢是安尼做。另外，若是用华语咱较接讲玉变，啊玉变用台语讲牛变。毋过伫咱台湾话内底，我感觉逐个人较无用牛变来讲，拢讲龙变。啊，讲到龙变是因为咱若是看即马即张图，迄个坑内底拢有龙伫遐。啊，讲到龙，我就会用一个手法互遐个较活中国的人理解着讲，阮台独的学问比恁较好。讲到这个龙吼，大先来讲的代志就是，咱若是去宫庙，还是来孔庙听导览，不时会听到一样代志，就是讲，因为孔子公太伟大了，因为孔子公真伟大，所以就是伊适用皇帝的砍斩啦。啊，这个皇帝的砍斩就是用龙的骹脚来代表。啊，一个人讲孔子庙会当用皇帝的这个砍斩，所以孔庙内底的龙拢是5支骹脚。事实上，这无影，嘛莫讲无影，就是这个讲法对嘛毋对？因为吼，伫《大清会典》这本册，《大清会典》就是清国内底各种的规定吼，甲朝廷、甲宫廷、甲皇帝相关的遮的规定，拢伫《大清会典》这本册内底。《大清会典》内底真正有讲，皇帝的龙是5支骹脚，公主的龙4支骹脚，大臣的龙3支骹脚。啊，毋过伊独是咧讲朝廷面顶的清查而已，雕服啦。就是讲雕服面顶皇帝所穿的衫面顶的龙5支骹脚，公主的衫面顶的龙4支骹脚，安尼。伊独是咧讲清查而已，伊无咧讲皇宫外口，咱讲庙寺啦，还是讲建筑面顶的龙，伊其实无规定啦，伊敢若规定清查而已。啊，我就会带观众听众去看，讲若是讲孔子讲适用皇帝砍斩龙是5支骹脚，安尼你伫孔庙内底，你见若看到龙，一定爱5支骹脚。事实上就无安尼，因为孔庙内底侪所在拢有龙，啊，我就带因去看，遮的龙就是4支骹脚。
若真正空主讲适用5支骹脚，安尼空庙内外的量拢爱5支骹脚才对。毋过毋是安尼，真正意义吼是封建王朝的皇帝用以皇帝迄个刊赞，空主公表达尊敬来来敬拜空主公，这是伊真正意义。迄意义无伫迄个量的骹脚内底。我大声会甲听众讲这。过来，咱讲坑内底有量，若是咱用即马即张图，有人的电脑可能会当甲放较大的，咱较真足看顶面的坑的正中，顶面的坑的正中，你有看到是尾面对咱的量。即款面对咱的量叫做坐量纹，坐落来迄个坐量纹，因为量坐咧，所以伊的面正对咱。见啦，即款面正对咱的量，拢叫做坐量纹。若是用这个坐量纹做中心，看倒边甲正边吼，你就会看到一边搁一尾量。安尼顶面的坑内底都是3尾量。过来看正边甲倒边的坑，正边甲倒边的坑是一边搁一尾量，安尼就5尾量。这个图无下骹的坑，下骹的坑正边甲倒边一边是2尾量，安尼就是正边就是讲顶面下骹正边倒边的坑内底拢总拢总9尾量。即款9尾量的坑吼，8块量变内底有7块拢是9尾量，有一块较特殊，小等下讲着。所以因为坑内底有即个量的花纸，咱甲叫做量变。毋过若是搁看较真少，你就看到迄个坑内底的砖塔花纸，若是量哦，搁有其他的花纸。例如迄个下面的坑即摆看袂到，下面的坑通常有海水啦，有日头啦，其他较幼路的所在有袂输亲像石头还是云迄款的花纸。这叫做伫清国大清会典里头内底，甲迄个叫做海水江崖纹。海水就是海水，迄个海水。江是江河的江，崖是天涯海角的崖，海水江崖纹。所以海水江崖纹甲量纹合作伙，就是大清会典内底所规定，皇帝变的坑内底砖塔一定要安尼。咱讲到这就拄到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就是讲，清国皇帝为康熙皇帝开始送孔庙量变，规个清国是真大，规帝国内底孔庙可能100外间。毋过咱知影无可能是伫北京做100外块量变，佮送去帝国诶逐所在的孔庙，安尼伤费气。所以事实上是皇帝写字了后，甲迄个字放落，迄个甲迄个字放落来，迄个算讲伊的这个 replica， 迄叫做变音，变就是迄个量变的变，音是声音的音，变音，照这个变音送到逐所在来做量变。毋过即马安尼是一个方式，毋过佫拄着一个问题，因为这个国家伤大啦，清国的国土真大，所在真济，你着爱有一个办法会当确定讲逐所在的师傅所做出来的量变，拢真迄个工拢真幼路，拢真利倒，袂互皇帝感觉歹势。所以，伊需要去确定这个方式，毋过国家佫足大。清国所用的方式是一种就是人员的交通的方式。
因为咱知影中国迄个国家，伊的河流拢是为西边开始流往东边嘛，所以中国自古早就差不多是分做北边甲南边即款的帝国。咱若是用咱台湾的角度来看，若是伫台湾有一个目枪，伊技术真好，伊就可能互叫去北京做皇帝的目枪。即款叫去北京做皇帝的目枪有2种，头一种叫做台旗蓝枪，台就是光物件的迄个台，旗千国八旗的旗，台旗蓝枪。这台旗蓝枪就是讲叫去北京做皇帝的目枪了，伊就无去转，伊就一直伫北京。亲像即款的师傅，伊就会甲伊伫南边的技术对伊，甲伊炸去北边，甲北边的师傅交流，安尼就会互帝国的北边的师傅嘛会晓南边的技术，就成做一个较交稳的技术安尼。这是头种。第二种是叫去北京做皇帝的目枪了后，伊特定的任务若结束，伊会佫转来南边。安尼伊伫北边所学到的北边的技术，会甲伊佫倒转来南边。伊甲南边的师傅较早的同事交流了后，南边的师傅会学到北边的技术。用即款的方式一直咧安尼进行，所以逐所在见若有新的技术，最后一定会互全国的师傅拢学到。用即款的方式，中国会当确保因伫逐所在做的量变，拢差不多共款，拢真有路，拢真水安尼。遮讲到遮就是量变伊的即个物质性的部分，即八地拢共款。另外第二部分就是量变的文化的部分。文化的部分，这就是就是逐个量变，每一个量变拢无共。咱先来讲康熙皇帝，康熙皇帝是头一个上空流量变的皇帝。康熙皇帝即代吼，拄好嘛是咱台南空流八地量变内底上大地。伊上大地差不多5公尺遐长。伊需要做5公尺遐长，是有一个原因，因为古早皇帝写字做变音，过来做量变。皇帝伊所写字偌大字，伊就量变就爱做偌大，因为古早无亲像咱个什么 Photoshop 个 PDF 会当缩小放大，无，因就是皇帝写偌大字，伊做出来就爱遐大字。康熙皇帝所写的即个变啊，每一个字拢是80公分，遐尼宽，80公分遐尼长的字。所以一个字就强要1公尺，4个字放做伙，你中间搁爱留空间，安尼规底量变就差不多5公尺遐尼长。即个量变吼，另外一个就是伊的配色真趣味，就是讲咱看到伊的底色是乌色的，字是金色的。这量变内底字是金色，这逐地拢安尼。毋过吼，康熙皇帝伊的名叫做爱新觉罗显业，显业是伊的名，显是好显迄个显，业是一个火字边，中华民国的话，迄个业是光影影意思。所以即个量变的色水拄好甲康熙皇帝的名共款，乌色的底色迄个光影影的字安尼。毋过即个量变上特别的所在伫，咱看到倒手柄。倒手柄有一撮字，迄一撮字是康熙家主命当敬书，就是讲康熙皇帝因为伊亲身去到山东做空，为着安尼特别写即百字。因为为着做空所写，所以伊就爱写啥物倒一当写的啥物记载所写，所以有边仔迄撮字。迄个字面顶伊有一个印啊，
迄个囡仔真特别，真特别。即个囡仔内底，伊的正手边是汉字，倒手边是女真的文字。正手边是写公文之宝，伫即个 PowerPoint 内底，大家会当看到公文之宝。这个公文之宝，特别的所在，头一个是康熙皇帝所写的字，迄个囡仔内底竟然毋是写康熙御笔之宝，因为过来雍正的龙变面顶印仔都是雍正御笔之宝。乾隆就是乾隆御笔之宝，独独康熙皇帝即代，伊的囡仔内底竟然是写公文之宝。根据研究公文之宝事实上是民国的体制啦。伫民国的时阵，皇帝所写，赏赐予下骹手人的作品面顶一定有一个囡仔写公文之宝，也就是讲康熙皇帝。伊是有意识要接受一个民国的体制，来表达伊康熙皇帝的这个帝国统治中国这个所在合法的，接受民国所来，伊是正统，伊有这个意思伫内底。毋过，伊就继承一个民国的体制，伊阁犹原阁要用女真族的文字翻译公文之宝哦。表达康熙皇帝家己女真族的认同，而且咱是对女真文字所翻译的公文之宝，真正了解这四个字什么意思。因为女真文在翻译“文”这字的时阵，伊是使用一个无明确的动词。咱讲无明确的动词，可能较歹理解。咱会当讲意义真明确的动词。动词佫分做两种无，一种是咱讲不及物的动词，譬如讲跳，跳就是一个人伫遐咧跳，无一个受词嘛，所以跳是不及物的动词，伊的意义真明确，迄个动作真明确。另外动词第二种是及物的动词，譬如讲拍。若是我甲一个人拍，我就是主动，叫我拍，迄个是被动。拍的这个动作嘛，真明确。不过女真文翻译“文”迄字的动词，拢无明确的动作，无主动，无被动，无方向，干那是咧叮当的意思，就是叮当尔。所以公文之宝真正意思就是讲。皇帝的官位甲皇帝的恩惠运行，就是叮当运行伫帝国的领土面顶，安尼叫做公文之宝。康熙皇帝用女真文去翻译公文之宝，是表达伊的女真族的认同。迄个原因是因为康熙皇帝差不多3、4岁就做皇帝，伊的阿嬷，咱即摆甲叫做孝宗皇太后。这个女真族的皇后，这个阿嬷看汉人无点啦，因为汉人都拍输音嘛，所以伊看汉人无目地，而且伊坚持伊这个做孙的皇帝大汉来爱有游牧民族族长的办事，就是爱晓讲女真文。爱会晓写女真的文字，而且爱会晓讲闽古的话，写闽古的文字，而且爱会晓骑马、射箭、拍蜡，这伊拢会晓，拢是女真族的教育。所以讲，其实康熙皇帝咧做皇帝的时阵，法国的国王有派大使到清国，这个大使登去法国，甲国王讲，这个清国的康熙皇帝，伊的女真语讲了比伊的大臣拢搁较好，因为康熙皇帝的大臣侪侪嘛是女真族的贵族嘛，不过因入来到中原了后，接触到强势的汉人的文化，因家己女真的语言就无啥咧讲。讲到这，我就会甲观众提醒，这款的状况甲咱台湾人真像啦。
咱台湾人嘛是受到较强势的汉文化的影响，而且佫互人用军事的力量强迫咱袂当讲台语，啊袂当讲你无咧讲，渐渐就讲袂认得。这甲康熙皇帝甲伊个康熙皇帝大臣真诚，毋过因是主动较无咧讲女真族的语言，毋过康熙皇帝讲了真好，所以伊伫迄个继承民国体制迄个印仔面顶，伊佫强强要用女真的文字来翻译表达伊的认同。康熙皇帝咧大汉的时阵，伊嘛有接受着汉人的教育，开始差不多10通岁的时阵，北京国主监内底汉学博士定期讲孔子讲的学问，互康熙皇帝听。啊，康熙皇帝是一个听就调的，伊足爱听。伫清国康熙朝的皇帝的日记内底哦，这日记毋是皇帝家己写的，别人下骹手人写。伫这个日记内底看到康熙皇帝毋若一摆要求加课，就是可能讲到4点半就要下课啊，康熙皇帝拒绝下课，伊讲老师你继续讲。啊，康熙皇帝是看到讲，我感觉伊看到2样代志，头一样代志甲伊的这个女真族认同有够差，伊知影家己是少数的统治，伊的这个人民拢是拜孔子公的，啊伊上无嘛，就爱拜孔子公，互伊的人民看。康熙皇帝是看到这啦。另外就是伊看到讲中国有王朝以来到伊的大清国，每一个时代无甲孔子公放伫帝国的学问的中心，所以万世师表对咱来讲是真事上不时咧讲的话。毋过对康熙皇帝来讲，伊写万世师表送互孔子公，这是算讲是伊家己做皇帝的心声，因为孔子真正是康熙皇帝做皇帝的老师啊，而且嘛是万世大老师，所以伊写万世师表是写伊家己的心声。啊，即个两边最后佫有一样代志，就是咱咧讲皇帝所写的字。这万世师表是康熙皇帝亲自写，皇帝咧写字吼，事实上袂当有，较无适合有艺术性。艺术性就是表达写字的人本身的个性，也是讲伊写字的手路表达出来真特别，啊，甲别人无共款，这叫艺术性。毋过皇帝所写的字，无适合有艺术性，伊就爱真静态、真稳定，因为要放伫两边面顶。毋过康熙皇帝所写的字，尤其是世界的世之字，拄好是八底两边内底唯一有艺术性的所在，就是伊的这个世盘的迄笔，若甲当做地平线，你就会看到面顶袂输一粒山。因为伊中迄笔真悬真长，康熙皇帝是挑故意安尼写，用一个山的形象来表达孔子公的伟大。啊，无特别讲，你可能袂注意到，因为伫台南孔庙大圣殿内底，颜家坎总统伊所写的匾送互孔庙匾，嘛是写万世师表。啊，其实即款的状况无应该发生，这就是冲犯着康熙皇帝无应该发生，毋过就是安尼。不过颜家坎总统迄块，伊的万世师表的世，就是较正常的笔法，所以因为因对冲拄好看到康熙皇帝挑故意安尼写，啊，即块就是咱台南孔庙大圣殿内底头一块龙匾，为即块开始龙匾的文化，毋过。有头一块，若是康熙皇帝的后生雍正皇帝，伊感觉啊，阮老爸做迄个代志无较抓，我无爱做。若是无第二块，就是有头一块嘛无较抓嘛，所以第二块共款诚重要。第二块是即块
生民密友就是雍正皇帝的龙变。雍正皇帝的龙变有几个特殊的所在，就是伊是八帝龙变内底上细地的一地，伊较低万世师表迄地较低伊超过2公尺，伊差不多长度差不多万世师表一半遐长，伊真细地，真细地伊拄好会当囥伫大圣殿的门骹口正中面顶。因为真细地囥伫遐袂歹看，照即个机会，若是伫现场，就会当甲听众讲，其实囥龙变有美学的意义，上大地爱囥伫上悬。康熙皇帝迄地上大地，伊爱囥伫上悬的所在，毋是因为伊是康熙皇帝，是因为伊下骹爱囥较细地，因为较细地若是囥伫伊后壁，一定互炸着嘛。另外就是那伊较细地，若是囥较悬，就离咱人的目睭搁较远，你就会感觉伊愈细地。生民密友即地囥伫门骹口正中，头一个原因是因为真细地，适合囥伫遐。另外就是雍正10年的时阵，山东曲阜的孔庙发生做火灾啦。火灾了后，山东遐的官员就写批互雍正皇帝讲，算讲报告皇帝爷，我要甲你的龙变囥伫大圣殿门骹口正中面顶，敢好啦？雍正皇帝就讲好。雍正皇帝讲好了后，就变做讲，算讲是野生的皇帝，亲身讲伊的龙变爱囥伫孔庙大圣殿门骹口正中面顶，所以规个帝国内底，逐间孔庙雍正皇帝即地拢爱囥伫门骹口正中面顶。台南第2老的孔庙是中华的孔庙，中华的孔庙嘛有即地生民密友，因个就是囥伫，就是门骹口正中面顶。毋过伫改严进前，台南大圣殿囥生民密友迄个位，毋是囥即地，是囥蒋介石。讲到这，就会当甲听众讲，你就知影蒋介石真正独裁者、土皇帝，因为皇帝本人讲，伊会爱囥遮，伊无爱伊囥蒋介石家己的。生民密友即地，另外一个特殊的所在，是咱看到密友，密友就是无的意思，也就是一个否定的概念。一般咱若咧甲人学老，一定讲正面的，就是肯定的语法。毋过雍正皇帝咧学老孔子讲，竟然是用一个否定的概念，讲用密友，算讲是真高怪。生民密友的意思是咧讲人类社会，人类历史以来，伫人类社会内底，无亲像孔子讲遐伟大的人，安尼叫做生民密友。而且伫雍正条的日记内底，咱看到雍正，伊建讲孔子讲一定讲生民密友，伊是足爱这4个字。生民密友嘛拄好符合雍正要做皇帝的迄款伊的个性啦。因为咱知影雍正是一个真勤恳的皇帝，伊逐工伫遐一天到晚咧想的拢是要互伊的国家就是强嘛、好野嘛。所以雍正皇帝咧学老孔子讲的时阵，伊所使用的概念竟然是民之字啦，就是人民的民。毋是讲伊知影啥物叫民主，毋是，总是伊咧学老孔子讲无讲天无讲地，迄个参考点是民。这拄好搁再一摆是皇帝甲伊的心声写落送互孔子讲，这是生民密友一个。第3题是天龙，天龙是武天第3。即个武天第3，咱搁看到伊是倒手边有一撮字面顶有印仔。咱若是转来看
生民未有，你就看到伊诶囡仔是伫正中面顶。啊，乾隆即代伊诶款式生做甲康熙皇帝诶共款。若是两边生做安尼，就是皇帝亲身去到山东曲阜诶孔庙祭孔，为着即款诶张学所写，就会留一撮字伫倒手边。啊，乾隆皇帝变啊生做甲康熙皇帝真像，嘛有一个真算讲真可爱诶所在，就是野史内底讲康熙真疼乾隆啊，这甲康熙皇帝家己诶女真族诶认同有够惨，因为康熙皇帝是敖骑马、敖射箭诶皇帝，伊足爱带伊诶王子甲伊遮诶孙仔去拍蜡。啊，有一摆，这真正有记录诶，就是一摆拍蜡诶时阵，有一只足大诶乌熊，康熙皇帝一个孙爱撞过，要甲咬，啊，这个孙竟然毋惊，字摕起来就写，啊，甲迄个乌熊写倒。康熙皇帝看着了后，就是缀起去，补几啊钱，甲即个乌熊笑死。康熙皇帝为着即个代志真欢喜，亲学罗伊即个孙，讲这真正咱女真族勇士。啊，伊即个孙毋是别人，就是雍正诶囝，叫做弘历。尾后诶乾隆皇帝就是伊。伫野史内底甲咱讲，雍正会做皇帝，是因为因老爸康熙皇帝足疼伊诶孙，就是雍正诶囝，伊要爱伊即个孙以后做皇帝，所以做老爸雍正就做皇帝啊。毋过事实上，这毋是绝对毋是迄个原因，这是无正确诶讲法。毋过会出现即个无正确诶讲法，拄好是因为康熙真正足疼乾隆，自细汉就带伫家己身躯边咧教，才有即款诶讲法。所以乾隆诶变生做甲因阿公诚像，有即个真可爱诶所在。另外武天地三诶意思是咧讲，规个宇宙内底上伟大诶三个，一个是天，一个是地，一个是空主公。所以空主公甲天甲地是共组诶，上伟大诶。啊，即句话是出自《礼记》内底，毋过即句话伫《礼记》内底出现毋若一摆，伊出现第二摆诶时阵是咧讲，规个宇宙内底上伟大诶是三个，天甲地，第三个是皇帝。因为《礼记》对王建王朝诶皇帝诶期待是，着爱甲天甲地共款，会当养饲万民。所以皇帝需要武天地三。啊，咱知影乾隆皇帝咧做皇帝时阵，迄阵诶清国是规个世界上强诶国家，就是论到人口、财富、军力，拢是上强诶国家。而且乾隆皇帝是一个知影家己真伟大诶皇帝，伊甚至知影家己死了后，国内诶人拢会感觉伊真伟大。所以，伊咧学罗孔子讲诶时阵，用礼记诶武天地三，讲孔子讲卖使，拄好讲家己卖使。就是讲一个足骄傲诶皇帝，咧学罗孔子讲，用一句讲家己卖使诶话来学罗孔子讲。过来一摆是皇帝家己诶心写，无字误写出来，啊送互孔子讲诶，这是第三题。第四题是性质大成，我若是讲互囡仔人听，我诶两遍诶即个导览内底，我有做，干那讲互囡仔人听，干那讲半点钟，遐尼久尔。啊，即题就是上好摕来讲，因为咱若是看即题诶经内底，你就会看着，我就会带囡仔来找龙啦。
你看伊个顶面的坑正中，搁一只面对咱的座龙纹。毋过伊个正手柄甲倒手柄一边是2尾龙，安尼伊个顶面的坑内底就5尾龙。啊，搁看正边甲倒边的坑，一边搁是2尾龙，5尾搁加4尾，安尼已经9尾龙。搁看下骹的坑，下骹的坑正中是太阳，正边甲倒边搁2尾龙，所以讲伊个坑内底拢总13尾龙。性质大神即块讲互囡仔听的时阵上趣味，因为我会当带囡仔来看讲，哦，即块的坑内底的龙是所有的龙变内底龙上济的，这是咧讲互囡仔听的时阵上方便的一块。过来是第5块，第5块就是道光皇帝圣协时中。伫讲这个圣协时中的时阵，大先讲到，其实咱弘毅指挥官陈时中部长，迄个时中的名，就是即2字，伊是出这个意思。即块龙变特别的所在，算讲2个，头一个是伊是唯一一块用孔子公家己的学问伫学罗孔子公，就是时甲中即2字。我会大声甲听众讲，中即字就是中庸之道。孔子的中庸之道，咱即摆看起来历史是教条，毋过事实上毋是，伊是一个政治性的知识啦。我会带听众做实验，我会邀请一个人徛我的正手边，一个人徛我的倒手边。我若是叫我倒手边迄个人牵伊身躯边人的手，伊就敢若会当牵我的手。我邀请正手边即个人牵伊身躯边的人的手，伊就敢若会当牵我的手。若是我想要牵我身躯边人的手，我就会牵着2个人的手。这意思就是讲，孔子讲在甲咱教，伊毋是咧讲立场，因为逐个人的立场无共款，伊是咧讲做代志的方式。你若是做代志的方式是极头，你用极端的方式来做代志，你一个极头，迄个可能来加入你做你的队友的人就较少，因为敢若一边尔。你若是倒手边，可能来加入你的，就是伫你的正边尔。你若是伫正手边的极头，可能加入你的人，就伫你的倒手边尔。毋过，若是用中间的路线来做代志，会较有效率，成功的机会较大，因为会当做你的队友的人，伫你的2边拢有可能。咱人事实上嘛是需要，就是咱人较爱徛中间。我拢会用激进党的例来甲听众解释，因为激进党的党主席陈主席伊捌甲我讲过，就是激进党较早还未做一个政党的时阵，是一个政团的时阵，因的理念是安怎？因的理念是要甲上极头的台独这个位占起来。上极头的位占起来了后，对陈主席来讲，迄个效果就是会互民进党去互因逼甲较挖中间。伊较挖中间了后，人民就较愿意去转互民进党。这是激进党因自开始的时阵的理念，这足高贵的，这真正是真 noble 的一个理念。毋过，咱事实上知影，就是经营一个政党无可能安尼啦。你无可能是要互人甲票转互另外一个党，毋是你安尼你永远都袂大嘛。所以这就是用这个例来甲听众解说讲，迄个中之字，事实上是政治性的知识。另外，过来讲时即字其实甲中是共款共做的。
咱讲孔子讲是圣之使者，因为会安尼讲是因为孔子讲绝对袂做迄个冲第一的，伊袂足莽撞去做冲第一，是因为伊需要大先看到中的路线伫倒位，伊才去行动，所以袂冲第一。毋过上时孔子嘛，绝对袂是无要调整家己，伊事实上是一个保守主义者，毋过伊是进取的保守主义者，因为伊若看到中伫倒位了，一定会调整伊家己去徛中迄个路线，这是诗中的意义。毋过，即块是唯一一块，就是用孔子讲的学问来，用伊家己的学问来甲学咯。毋过即块上大的故事是藏伫伊的下骹，即块用 X 光去甲照吼，你会看到下骹有另外4个字。另外迄个4个字是叫做天行宝德。天行，天是天天迄个天行是平行的行，天行是咧讲天顶的北斗星，因为北斗星头4粒星就是迄个斗迄个形的4粒星，名拢有天之字啦，天旋、天枢，遮拢叫做天。迄个斗即个。算讲是柄的所在，迄个斗柄，第一粒星叫做玉形星，所以天行是咧讲北斗星，北斗星是古早读册人咧保护读册人的。天行宝德本底是挂伫台南孔庙的文昌阁面顶，而且迄块倒手边有一逝字是。嘉庆18年，算讲道光皇帝前一个皇帝，嘉庆18年。迄块匾，伊个字是立落的，叫做丁花刻，印刻啦，立落的字。嘉庆18年的时阵挂伫文昌阁内底。毋过到道光3年的时阵，即块匾互人摕落来，甲立落的字遐抹互平了后。顶面下骹正平倒平用龙的孔甲夹起来，圣协诗中即4字甲定起，变做即马即块匾。这真趣味，就是讲做皇帝的匾，竟然是用资源回收，安尼就是算讲是欺君之罪，可能会抬头。毋过即马资料伤少，咱毋知影为虾米会发生即款代志。我咧摇是因为迄个茶帮的材料的关系，就是可能做皇帝匾爱使用特定的即个木料，佮迄阵可能拄好无，所以因就摕另外一块匾来做。这是圣协诗中的故事，这第5块、第6块，即块拄好都是我感觉，若咧讲龙匾用算讲用台语较好，因为我逐摆讲即块，我拢会甲听众讲即块，互我想到一个字，就是猫，因为即块真猫。另外吼，即4字叫做德泽多在，这用华语，通常逐个人嘛，可能无一定会当读迄个第3，会晓读第3字，德泽多在。这就是伫小盖遮的清国皇帝龙匾的时阵，咱会当甲听众朋友讲，若是用台语去读，拄开始的时阵，咱一定会感觉足困难。万世师表啦，生命密友啊，武田第三者，你要用台语读出来，拢会拄着一寡困难。迄是因为咱即马台语的台语人会晓讲台语的，可能袂少。毋过因为咱伫使用台语的时阵是日常咧讲话，无咧读书面语，所以咱的读册音能力较无遐矫正。
拄好要读遮两遍的字，需要读册音，借着这个机会，会当甲听众讲，你会晓讲台语其实是无够，你就需要用读册，你就需要用去阅读来学着读册音，安尼的语言能力会较较杂，拄好是用这个特地所在来讲安尼。另外就是得者倒在即地，伊的手路甲其他的两边都无共，因为伊的背景真猫，所以伊需要互伊的字较有立体的感觉。即四个字用茶刻好了后，是伫面顶抹糊啊，抹糊啊了后，佫压刷啊，最后才上迄个金色的油彩。用即个方式会互迄个表面无平，所以会有较立体的感觉，才迄个字才袂互去互背景来食掉。这是即个上特别的所在。另外就是袂晓读的迄字倒迄字，应该是读倒啦。倒即字拄好是暗坎的意思，在是承接的意思。即地讲暗坎甲承接，事实上是咧讲天甲地。毋过伊嘛小可搞怪，伊无直接讲天，无直接讲地，伊用暗坎甲承接来讲，就是用空间的概念。这拄好是唯一一地用空间的概念来讲空主公的两边，这嘛是伊特别的所在。最后两地，第六地、第七地甲第八地，下骹这是当地皇帝圣贤天宗，面顶是光绪皇帝书文在主。这即两地拢囥做伙是因为即两地拢毋是皇帝本人所写的，拢是男主房的大臣所写。因为清国到最后，其实咱知影一个国家一个王朝拄开始的时阵，会较食有迄个足细汉就做皇帝，因为咧拍天下，所以可能就是皇帝的死亡。一个王朝要结束的时阵，嘛定会出现皇帝足细汉做皇帝。当地皇帝甲光绪皇帝拢是细汉做皇帝。做皇帝的时阵，伊的学问甲伊写的字，拢若是做两遍，可能会见效。所以是咱主房大臣所写。另外就是至少到光绪皇帝的时阵，迄个时阵的清国已经变做较衰弱啦。也就是讲，伊无法度，就是迄个国家已经无法度对调世界上其他的国家。嘛，因为安尼，因为清国的衰弱，台湾变做日本的殖民地。所以台湾变做日本的殖民地了后，清国最后一个皇帝就是宣统皇帝，伊的两边咱台南就无。不过宣统迄地面顶的字写中和为玉，这四字伫咱台南孔庙大神殿有。淡水变总统送互孔庙的匾面顶就是中和为玉。其实淡水变总统会使讲是，嘛是一种疼心，就是伊用送孔庙即块匾袂输伫补咱台南大神殿所无的迄块龙匾。不过若是用实名的历史来讲，咱台湾就是一直互外邦人来统治，所以无宣统迄块龙匾是咱的历史，事实上无需要补。为遮讲到遮，书文在主即块就是最后一块龙匾。讲到遮了后，咱对头一块龙匾到第八块，拢在讲清国遐的
皇帝的历史，讲遐个清国皇帝的故事。毋过最后，咱伫看遮个龙变的时阵，其实遮个龙变面顶有一个足台湾的故事，就是我旧年9月初开始做镇长，迄天下晡就有一个老阿嬷来弄我的门，我开门了后，伊就甲我讲，我有几个老大人，若是好天的下晡想要伫就是镇长办公室外口的树骹泡茶啦。我当然讲好啊，因为我感觉孔庙的树骹有老大人咧泡茶，这足殊常的代志嘛。因伫遐泡茶，我就逐工去甲因开讲，就捌一个老先生。这个老先生的爸爸伫太平洋战争要结束时阵做一个代志，就是因为太平洋战争，咱知影伫中途岛的海战的时阵，日本帝国的海军失去因所有的航空母舰嘛，无航空母舰就无法度甲飞机载去太平洋的中间，甲美军作战，所以因干那会当甲飞机停伫南太平洋的岛屿面顶。这个岛屿是一个岛连到太平洋差不多中间的所在。美军的战略就是甲遮的岛屿一个占起来，安尼日本帝国会当停飞机的所在就一摕，摕到最后剩台湾。所以伫太平洋战争要结束的时阵，台南孔庙边仔拄好是台南州厅嘛，即摆台湾文学馆。州厅一直受到轰炸，不时会炸到咱台南孔庙。我所捌的迄个老先生，伊的老爸，迄阵就感觉讲，安尼落可能会出代志，所以伊就甲伊的兄弟爬去，甲遮的龙变拢摕落来，放伫牛车，疏开。再去台南郊区袂防轰炸的所在去甲藏起来。战争结束了后，佫甲遮龙变摕倒转来，佫藏起。就是因为有即个代志，所以咱才有即8块龙变，无就咱就毋免听候中国伫1970年代甲因龙变拢烧去，咱台湾1940年代就无去。因为即个代志，咱会当甲观众甲听众讲，其实这是咱台湾人的毋甘嘛。台湾人会毋甘遮的文字烧了，才会伫战争的时阵摕落来，摕去藏，藏起了后，另外历史学家做文史研究的人，共款是毋甘，因会去研究遮的龙变的故事，就是我咧讲的遮的材料对遐来的。安尼拄好，互咱知影讲，大圣殿外口荷兰人的婚约，规个大圣殿本身是东宁王国的婚约，龙变是清国的婚约。毋过，这个龙变面顶都有台湾人的故事伫遐，日本时代的故事伫遐。遮个故事拄好亲像拄正迄个圣协时中，咱人的目睭看袂到，无可能看遮个龙变，你就看到讲，日本时代末期的时阵有遮感动的故事，就需要用讲的。而且遮个咱台南大圣殿龙变，即摆是国宝，当然伊是全世界唯一的。毋过，伊是国宝真正的原因，是因为台湾人毋敢甲留落来。这拄好就是咱台湾人的故事伫面顶。咱的国家即摆是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所以遮个龙变是国宝，毋是因为因是清国皇帝的礼物，是因为有咱台湾人的故事伫面顶，是咱台湾人毋敢甲因留落来，即摆才有遮个国宝。
也就是讲公家的两边的故事，上时都是咧讲台湾历史，都是咧讲台湾的故事。啊，我见啊讲到遮，其实现场的听众拢会感觉，因无法度否认，就是讲咱遮的国宝，全世界唯一的国宝，是因为咱台湾人的关系。啊，嘛是因为咱台湾是即款的国家，遮个国宝才有可能保存落来。用这做结束，拄好是一个对我来讲，迄个 framework，伊的线稿就是一个台独的线稿。因为咱的国家甲中国无共款，而且嘛永远袂共款，咱才有遮个国宝，咱的文字、咱的历史会得到保存。啊，咱要讲咱家己的故事，会当去讲，而且佫会当甲真正的历史讲出来，讲劝雍正皇帝变啊，迄个为本地是劝独裁者，蒋介石个变，因为伊家己要劝尔。啊，用这做结束，对我来讲是一个你无法度否认的台独，毋是咱毋是法理的台独，是实质的台独，都是这个国家就是安尼，甲中国无共款，啊嘛无要共款，若是要甲变做共款，台湾人无答应。啊，用这来做结束，啊，就是我咧讲两边的故事，拄好是渐渐，我毋茫是渐渐会当。互咱台湾的史观去包装即个清国的两边，啊变做一个事实上是台独的故事安尼。好，我大先讲到，先讲到遮，多谢大家。啊，真多谢牧民博士哈，甲咱遮尔啊幼路讲即个来介绍台南孔庙啦吼。啊，伊咧分享诶内面吼，咱嘛当来想讲，咱是要来对待讲过去殖民者遮个威胁吼，看要用啥物款诶态度来处理啦吼。好，安尼咱即马敢有人要来问问题？后来，啥物人有举手？人举手，但是伊用咱的迄个密切论的名，嘿，对，咱请毋知吼。伊家己开麦讲。我毋知伊是啥物人，伊遮搭是哪大webas.com，敢袂当请你家己开麦讲？你会使问。啊，搁占星老师，占星老师，这敢是你？毋是我，安尼就是占星老师，嘿，安尼就是占星老师，伊即边用密听论的名啥印？我嘿，你落写咯，是个，我写了毋对。我要请问这边长吼，迄个